大運要嚟之前呢，人身上都會先有啲損耗啊。呢個損耗呢，唔係災禍，而係命在換氣，就好似天地運行，節氣更替，必有風雷。人要改命，舊運退，新運上，你嘅人生就必然會有陣痛。好多人以為大運要嚟係好事，應該係一路繁花，載歌載舞啖，通往自己嘅好運之途。其實起之前必有動，動之前必有傷。無論天地、自然定係個人運勢高低，都必須要遵守先低後起嘅定律。喺人患病嘅階段，會出現一個信號，情緒混亂、念頭混雜、心神不寧。但只要你捱過呢段低谷期，跟住落嚟，第一，你嘅前途光明一片。過去10年你都賺唔到嘅錢，都會喺呢一年俾你輕輕鬆鬆啖賺到。唔係你變聰明咗，而係你嘅格局能夠承載得住呢筆財富啦。第二，貴人會一個接一個啖出現，佢哋會主動拉你一把，因為你身上已經有咗嗰種置之死地而後生嘅狠勁，就係呢股勁令你嘅貴人見到你，願意俾幫助你。第三，你嘅情緒變得穩如泰山。你再唔會俾邊個一句說話就輕易崩盤，再唔會為啲小事就俾人擊垮。你已經在換運之前死過一回，再冇其他問題可以難到你。如果你而家正經歷人生最黑暗嘅一年，當你覺得自己下一秒就會徹底完蛋嘅時候，請你將呢句話深深啖刻喺骨頭裏。呢一刻係老天爺喺度幫你親自換命，捱過去之後，你就唔再係你，而係你嘅新生。捱得住出眾，捱唔住出局。所以你一定要堅持住，堅持到鳳凰涅槃嘅嗰刻，你嘅好日子就會如約而至，而且會越嚟越順。